老手要过来介绍这位区分子出唱片大红，因为一首歌《情难断梦未醒》，即马呢升级做迄个主持人。若要听到伊个美貌的歌声，会当伫咧广播电台，你甲存看卖，全省拢有联播。啊，这个区分子呢，因为一首歌红起来了后，当即嘛升级，甲会记共款，伫咧做这个主持人，正熬平平是婚姻人。哦，啊婚姻毋若干那出西瓜啦，出蒜头啦，出高丽菜啦，出菜心啦，毋若干那出迄个菜西水果，还阁有出这个区分子哦，对啊。所以阿奇嘛感觉讲，有区分子这个共享诶，咱嘛感觉真光荣。区分子，阮遐个人认真介绍才会当，听伊主持真后人。伊是金仔，我是童，要听伫广播电台，要看请对咱遮来，要主持伊喙真来，要唱歌伊调起来。伊讲唱歌上欢喜，无通唱歌人会喜，要唱就爱人介意。伊讲我敬就可以，谁啊阿奇敬就可以。伊讲啊，逐条歌我拢会晓唱，也毋过爱唱大家介意听的。啊，若要互咱敬，也无咱就来敬一首我个人真爱听，大家嘛拢真爱听的歌，叫做《江边小别》。来，咱来甲邀请到阿奇共享的区分子来唱这首歌。区分子，请了。
看